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領軍去馬嚇。今日同大家睇咧係2月第一次跑馬喎嚇。2月1號星期日啊，田草11場嘅賽事啊。在此之前先嚟睇翻剛剛禮拜3晚督草我哋 Tips 嘅成績先啦，當晚都 OK 噃嚇。當日同大家貼咧4場、7場同埋9場賽事嘅，咁啊4場啦嚇，用凝聚美麗啊呢匹潘頓馬，睇下潘頓可唔可以為呢匹馬咧嚇親自去保中嚇贏 win 咧咁樣。結果咧贏嘅唔係佢，係4號嘅合夥飛馳嚇。合夥飛馳咧獨贏咧拖中隻尾嘅腳嘅咁樣獨贏派140蚊喎14個開14個開。咁至於6號嘅凝聚美麗咧拖翻隻4號翻咗條連贏就相對都 OK 好分係269個半位置 Q 就係87個半講緊呢場咧就係潘頓配搭咧布文都 OK 噃咁跟手咧就另外6號拖埋咧5號另一匹就係品德寶寶呢匹咧就係配搭何澤堯嘅新初配嘅馬咁6號拖5號咧位置 Q 相對就熱啲啦，43蚊半嘅。咁至於4號、5號、6號即係潘頓、布文同埋何澤堯，其實相對簡單啦咁樣唔知大家有冇揀中啦？單鐵派427蚊嘅。好啦，咁然之後咧就到7場啦，7場咧我就用何澤堯同埋方嘉柏嘅配搭嘛，是日之膽6號嘅精彩進帳拖翻乜嘢咧？拖翻咗匹5號嘅幸運星球幸運星球咧就係潘明輝同埋毛偉傑嘅咁結果咧6號、5號咁就位置 Q 翻咗嚟62蚊半嘅跟手9場啦。9場我用11號巴道嘅飛輪霸嚟做膽啦，咁拖翻乜嘢咧？拖翻一匹冷啲嘅噃，就係7號嘅太子太子就係艾少禮同埋伍鵬志嘅配搭嚟嘅，咁結果11號拖7號嘅位置 Q 咧，哇呢條仲好分喎，因為太子咧淨係披士都69蚊披㗎所以相對咧係太子係匹冷馬嚟嘅，咁11號拖7號。翻咗條位置 Q 234蚊半，234蚊半好啦，咁事不宜遲啦，同大家睇咧嚟緊呢個禮拜日賽日嘅時候咧，我哋喜歡嘅騎師同埋練馬師又要提大家啦，因為咧第8場咧有個4歲馬參賽嘅經典一哩賽麥道朗又翻嚟啦佢咧就會咧喺嗰個賽事裏面咧就策騎美麗星神嗰匹馬嘅。好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同大家咧睇麥道朗同埋何澤堯先講麥道朗咁我覺得佢有2匹馬值得關注第3場1班1400米就係光年魅力啦，仲有咧就係9場4班1400米嘅男神咁而2匹馬咧如果要人馬有個勝績嘅話咧，就一定係9場3號男神咁所以咧就一匹惡中之惡至於何澤堯方面咧，可以關注都係2匹，分別就係第4場4班1200米嘅馬寶寶啦，同埋咧6場3班1000米嘅星運傳奇2匹馬2匹都係咧何澤堯親自贏過，咁所以咧如果論大家都揸住2匹有同情贏績嘅馬，但係咧何澤堯嗰2匹咧2匹都配過佢，2匹都 win 過似乎咧仲惡啲2匹惡中之惡嘅。好啦，咁睇到馬房方面啦，馬房咧今次咧除咗頭位嘅榜首暫時廖康銘之外咧，仲有係毛偉傑馬房咁先講咗正路嘅廖康銘先啦咁就係最主要喺第8場咧，就係經典一哩賽嗰匹白路金剛呢匹就配布文嘅雖然就唔係頭先所講嘅 favourite 騎師，但係布文咧親自贏過呢匹馬嘅至於毛偉傑馬房咧，可以留意就係頭先9場配麥道朗嘅男神啦，仲有11場
11場咧就係配蔡明紹嘅鬥智波。咪睇蔡明紹咧好似中中游游，但係咧佢都係人馬贏過呢匹馬有晒證明嘅。咁所以咧呢一日係咪特別需要關注 favourite 騎師配 favourite 練馬師嘅麥道朗毛偉傑男神咧留意多啲咯噃9場3號嘅馬好啦，事不宜遲啦，咁跟手同大家睇咧6場、8場同埋咧9場嘅 tips 先睇6場先啦。6場咧，我係會用3號星雲傳奇嚟做膽啦，拖翻5號嘅價值傳承7號嘅超眼光同埋2號嘅手到齊來先睇呢棚馬強騎師強練馬師有3號咁10號仲就係得2匹啦。咁10號傑出雷霆咧就上張10月27號初出田草1000就毫無表現，咁所以咧我諗就觀察一下先有上名即再算。3號嘅星雲傳奇就唔單止有同情嘅績，仲要係贏績添。馬匹相當側身跑過3場賽事啦。10月26號131場次咧就配搭何澤堯，就正正一出即勝28蚊大熱 win 嚟個噃。咁後來過去嗰2仗咧都輸喎，一次輸12，一次輸10，但係有冇留意咧？2次都係增程上去田草1200嘅，今次就又落翻嚟田草1000，亦都係即係佢初出即勝嗰個途程咁所以咧人馬贏過同程特別需要關注啦。咁加上係我今日嘅 favourite 騎師咯噃，5號價值傳承潘頓同埋葉楚航3檔馬直路睇下一裏一外咁嘅情況啦。初出馬咧，我就必須要騎師親自試習，而且有上名，咁有1月20號潘頓親自試習就跑咗個第3嘅。咁不過 QK 位咧就係葉楚航馬房啦。葉楚航馬房咧由季初到依家為止咧，仲係累積咧只係得14個百分點唔夠嘅上名率。咁所以咧，佢嘅馬房初出嘅數據咧都好曳嘅得1同埋1季嘅啫你唔好諗住匹得大至尊，好冇？咁所以就照拖嘅啫。好啦，咁然之後7號嘅超眼光啦、挨到啦，同埋蔡若翰啦。馬匹咧跑過5仗賽事，相對側身5仗全部都係咧就係田草1000佢咧其中喺11月9號人馬贏過4班11月30號再出人馬第2名4班。好啦，1月4號再出第1名又係4班。咁後來咧上仗咧1月18號咧就跑咗個第4嗰場就3班。換言之咧，佢喺呢個人馬嘅配搭底下咧，喺個1000同程4班就非冠即亞㗎啦咁上次咧就喺個3班嗰度就跑咗個梗頸4咁所以咧就睇下今次可唔可以又際遇上面有改善啦2號嘅手到齊來蔡明紹同埋徐宇石嘅配搭。蔡明紹當然都要提醒大家，上名率19嘅咋噃唔係咁合格嘅。不過除非有人馬嘅績啦。25年10月072場次，人馬喺個同程3班贏過噃雖然頭先咧配搭其他騎師嗰啲咧，應該就較蔡明紹好，但係蔡明紹人馬為呢匹馬證明就贏到3班添噃，咁所以呢匹馬咧夠班㗎噃。重複一次6場3班1000米係個直路嚟嘅。我用膽係3號星雲傳奇拖翻5號嘅價值傳承、7號超眼光同埋2號嘅手到齊來好啦，去到8場啦，8場梗係哇！呢個係是日精髓所在。有啲朋友咧就話我避談一啲係咪大賽咁樣？咁其實都唔係嘅譬如好似上個禮拜日係咪？咁你嘉應高升行頭、浪漫勇士行頭，咁其實
俾啲 tips 你，冇乜特別大意思啦，係咪？咁所以咧，某啲大賽咧費事講啦嚇。咁啊呢啲大賽都 OK 噃，可以同大家睇下噃嚇。呢個經典一哩賽嚇，1600米嚟嘅。我選馬3號啊，白鷺金剛行頭嚇，頭先都講過啦。咁啊拖1號嘅瑞盛人生嘅潘頓馬啦，2號嘅小鳥天堂同埋8號嘅威利金箭。嗱，坦白講1、2、3咧，應該鐵三角就係人都揀嘅，我懷疑。報紙都係咁寫㗎咁樣。咁但係個情況咧，報紙就鍾意瑞盛人生咁。咁確實瑞盛人生由初出阿妹喺10月26號都跑得贏，再配潘頓啊，梗係得啦咁樣。咁啊潘頓咧可以咁講，就話係4匹馬都沾過手，但係咧結果就揀咗瑞盛人生。咁好多時咧，我相信大家就會 rely on 潘頓，咁我相信到時都會係大熱嘅。不過我都先同大家講講，我中意白鷺金剛一來強騎強練啦嚇，廖康銘馬房 versus 瑞盛人生伍鵬志。咁坦白講我個人都幾橫棒棒㗎嚇。伍鵬志係唔係強馬房噃雖然弱嘅馬房都總有惡馬，但係咧有時我自己會咁稱咯同埋白鷺金剛，你估嘢少啊？嗱，佢就過去7場賽事先啦，有田草1200、1000、4000、6000全部非冠就即披7仗未甩過噃尤其是近4仗10月1號同11月23號咧，都係跑田草1400，仲要係4班3班都係打搭贏。好啦。去到12月20同埋1月11號啦，3班田草1600就係呢個程，又係打搭贏。喂，4連 win 㗎啦！廖康銘馬房新勝打搭9 win 53季強嘅馬房殺晒。好啦，咁跟手1號嘅瑞盛人生就唔使多講啦潘頓4匹裏面揀呢匹，咁梗係親自試閘。1月23號輕鬆贏閘啦咁頭先話齋啦馬匹跑過3仗賽事，初出就阿妹贏嘅10月26號上仗1月4號潘頓贏嘅咁搏打搭啦。伍鵬志馬房咧，因為佢始終弱勢同埋整體嗰個上名率真係唔係話強騎練馬師，而係根本係弱19個幾百分點㗎咋咁當然你都可以話呢匹就係嗰19點幾個百分點，咁就佢嘅馬房新勝打搭嘅紀錄就淨係得1 win 㗎咋噃咁有9次都係輸㗎噃咁樣。好啦，咁跟住就2號小鳥天堂啦。其實呢啲馬都真係惡到癲又係過去7仗賽事咧，有6仗咧都係喺度不過只可惜嗰6仗咧分別都係有成咧1200米有3次咁就2 win 1個咁1400米有3次2 win 就1個季但係咧就總係未曾跑過1600咁所以咧有時爭情未驗證咧，我唔敢飛。不過呢啲一定唔會擺得好前，尤其是丁冠豪馬房又唔係叻好啦，咁跟手去到8號嘅威利金箭啦，艾杜拿同埋希斯嘅配搭輕輕都要提一提啦。希斯馬房咧最近立跌噃咁由較早前25個百分點樓上上名嘅強馬房咧，就而家褪到落去23到尾嘅啫喺我心目中就屬於中上嘅馬房啫。好啦，咁呢個咧就係要留意馬匹跑過3仗賽事啦。初出都係配艾杜拿㗎啦咁就係3班1200就跑第2。後來嗰仗12月14咧就配幾人安咁就2班1400就跑第3，又係初試1600。坦白講唔敢太信嘅咁所以只係限拖腳嘅啫。
好啦，咁重複一次8場4歲馬嚇，經典一哩賽，我就用3號嘅白鹿金剛拖翻1號瑞盛人生，2號小鳥天堂同埋8號嘅威利金戰嚇。去到第9場賽事咯噃，亦都係咧相信嚇，我相信到時賠率都應該配合嘅，就是我嘅是日之膽男神啦。9場4班1400米嘅途程啊，我用3號男神嚟做膽，拖翻2號嘅99為君，4號開心老闆同埋咧6號嘅千杯不醉啊。如果講到強騎師、強練馬師咧，就應該淨係得3號同埋6號，咁兩者都會要嘅嚇。千杯不醉冇 win 績嘅噃，咁所以擺後少少啦。男神，我中意嘅騎師，中意嘅練馬師啊，同時喺12月20號啊，麥道朗已經唔係成日嚟香港㗎啦，但係原來喺呢匹馬上面竟然有2次嘅證明噃啊！12月20號278場次人馬贏，11月23號200場次人馬第3，咁啊今次再配啦，難得佢嚟到啦。2號99為公咧就潘頓同埋杜東尼喎，講時講喎嗱，潘頓杜東尼啊，雖然呢對配搭都叫做間唔時交下功課，暫時1 win 3就4季，但係杜東尼整體係越嚟越曳噃啊！而家落翻去19點幾嘅百分點上名率好多，因為我諗佢始終用好多嘅華將咧，因為杜東尼啦嚇，咁而事實華將。今季我就淨係覺得係何澤堯嘅強啦嚇，其他就中中游游，連梁家俊嗰啲全部都已經變成弱騎師，都成大半季㗎啦嚇，咁所以咧，鍾烈禮更加唔使講添啦，咁所以咧個棘位係喺高東尼馬房嗰度嚇。25年6月黃昏賽事742場次，當其時鍾烈禮贏過嚇4班同程。嗱，後來咧近啲啦，今季12月27喎298場次4班同程，鍾烈禮第2啊，輸俾開心老闆啊同條 Q 嚟嘅。今次咧當然要讚嘅就係鍾烈禮亦配潘頓，咁啊唔使講嘢啦，鍾烈禮上名咧16潘頓47嘅，咁但係就係嗰樣即係馬房嘅情況，大家自己要留神啦嚇。好啦，咁然之後咧就拖隻4號嘅開心老闆就唔使講啦，正正就係頭先話齋啦。12月27號298場次，一個開心老闆配埋99為公翻條 Q 啊！嗰場咧佢就 win 嘅68蚊，唔係大熱嚟嚇。咁而係側身跑到第2場就已經有 win 績嚇。尤達榮嘅配搭咁就尤達榮馬房新勝打3個 R 3個 R 配霍宏星。好啦，咁跟住6號嘅千杯不醉啦，希威森3檔馬博典型前置嘅喎，一味放嘅喎，唔怪得知最近呢幾仗咧配搭希威森放頭之鬼就咁有績嚇，分別喺11月23、199場次，1月18、359場次，兩次都係人馬跑咗個第3翻嚟嚇，其中咧好有趣喎，199場次咧。由頭就帶到尾跑第3，前置型。1月18嗰次咧，由尾就跑翻上頭，11就衝直路就衝咗到第3，咁又係咧後追都得噃嚇，咁所以呢匹馬都幾多元化嚇，大家拖埋嘅。9場4班1400米嘅途程我用3號嘅男神是日之膽拖翻2號99為公，4號開心老闆。同埋6號嘅千杯不醉同大家覆一覆咧全日嘅5方去馬先，分別係3場永遠美麗，4場金風萬里，7場平海之星，同埋咧10場嘅駿馬之光提大家，星期日田草11場賽事，頭場將會喺12點30分開跑，祝大家到時贏多啲。我哋睇節目之餘，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 我嘅 YouTube 頻道、IG 同埋 Facebook 專頁，仲可以掃一掃以上嘅 QR code，訂閱我俾膽你賽馬專欄，攞齊咁多場嘅 tips 㗎。